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8月19日暗新闻》，我是邱伯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国防部伫台湾周边发现42架次的中国军机甲8只军舰，外界认为中国是咧针对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新北市中和发生公车弄死老大人的事故，明仔载要举办几路人大游行的民间团体表示，这显示台湾交通港铁的严重缺点。只几天接有大水后，台中市瓦山区就发生崩沙甲落石一寡意外，可能足够提醒只几天避免到山区。中国军方今仔日宣布，伫台湾4区为做海空的军演，而且讲是针对台独甲外部势力的警告。为在是9点开始，国防部也伫台湾周边发现42架次的中国军机甲8只的中国军舰。外界认为，中国是咧针对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的行为，安尼咱的总统府是强烈谴责。海空军兵力快速积极部署，强军东部战区19早起宣布伫台海周边进行军演了后，随即设置公示特级演训的相关画面，不过无标明翕的时间甲地点。咱国防部指出，对在是9点开始，伫台海周边查到42架次国型的强机甲8只强舰。国军强烈谴责强军的行为，也推出积极避战、监控应付影片来反制。对于这种不理性的挑衅行为，国防部表达强烈谴责。借故发动军事演习，不仅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也凸显了穷兵黩武的心态，坐实了军事扩张的霸道本质。有东部战区也表示，军演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甲外部势力交联的严重警告。被解头是对着进前出访2摆过境美国的副总统赖清德。总统府发声明强调，咱国政府元首出访过境已经真侪年啊，无应该是中国挑战的借口。也指出，中方制造惊吓是介入选举的手法，或者是认为中国想要借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民生经济困境的压力。这一次是蛮空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然后他要怎么样的演习，感觉上就是有点纯粹是为了宣传的用意，比较是对内的这个宣传作用大于对台湾。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回应美日韩3国领袖在大卫营的这个高峰会，经济下行，青年失业率的大幅攀高，所以他可能就是转移内部不满的心态。除了武力恐吓，中国敢若要搁再操纵林地战，在网络论坛汹涌出现金门离岛有士兵密谋逃走的这文章，互金防部严正驳斥是假信息，并且向金门地检署告发，呼吁民众莫误信谣言，落入敌人影响民心士气、破坏国家安全的款图。记者综合报道。所来关心美国、日本、韩国都咧举办领袖峰会，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头一摆邀请外国的领袖伫美国总统休假的大卫营来开会。会议向3个国家有达成新的共识，讲若太平洋有安全的危机，因有义务启动3方协商的机制。拜登也强调，这3个国家若愈强，世界就会愈安全。美国总统拜登担任地主伫马里兰州大会营，邀集日韩两国领袖，史上头一摆单独召开峰会。美日韩3国领导人拢无甲领导，以符合大会营，加做美国总统度假的友好气氛。美国总统拜登伫峰会进前表示，只有美日韩团结做伙，3国愈强大，世界就愈安全。You stepped up to do the hard work, I would argue historic work, to forge a foundation from which we can face the future together. The three of us together. And I'm deeply grateful for your leadership,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both of you as we begin this new era of cooperation and renew our resolve to serve as a force of good across the Indo-Pacific and, quite frankly,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美联社报道指出，3国已经对一项新的安全约束达成共识。一旦太平洋爆发安全危机还是威胁的时，都有义务启动3方协商机制。南韩将这叫做3边协商约定。伫下当讲，规天的议程了后，3国发表大会营关照大会营精神文件，甲联合声明，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오늘은 삼국 협력의 제도적 기반과 추진 의지를 확고히 한 역사적인 날로 기록될 것입니다. さらに重要振興技術協力や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の強靭化を含む経済安全保障など幅広い分野での連携を拡大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美国总统拜登伫峰会了后记者会，面对提问表示，有计会伫今年的10月伫美国举行的 APEC 领导人会正式会议，甲中国国家主消息群屏会面，公司新闻电话亭将建国变译。这几天接有短时间内的大水雨，沙坡堤的所在较高发生水崩山之外以外，伫咧台中市瓦山区就发生防止崩山的壁凹起，也是有大石头甲车路挡掉的，甚至佫有车路落空的情形。公路总局是提醒民众，这3天内爱避免到山区。大叶怪树另外，正伫青竹大量的土石，连日大雨，台中市雾峰区林德巷仔边坡，直到透早6点外，挡土壁汹涌崩落，造成交通中断。这山坡上有私人土地，地主下晡赶紧车包上来清除土石。因为下雨天，登山客比较少，嘿，刚好他走过去的时候，发现整个坍崩，然后就报警处理这样。边坡崩落范围大约有15公尺宽，要电火条倒来，台电甲电信公司也派人来抢修。台中市水利局要求地主先甲路抢通，如果需要2-3天，后续要提上紧急防灾处理计划。因连日豪雨，导致土壤饱和，造成当土墙崩塌，而有道路中断状况，预计处理时间为2到3天。相关因如雨造成灾害，要东势区东溪路一带产业道路，19早起地面出现6平方公尺的大坑，现在坑交通水提醒民众。另外，新社区福平路前一暗受大石头落来挡路，公所派人伫早起11点左右抢通。本所立即派员警前往交通疏导，并通报新社区公所，于本19日早上11时15分抢通并开放通行。大雨过后，我们的水分会慢慢的逐渐的消散，但是地下水的消散会比较慢。山东跟那些落石影响都是水分的问题，所以建议在大雨过后可能3天左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公路总局各管干部单也提醒，大雨季了后，边坡土石再当增加，承载力下降，加上岩石长期小场冷久，慢慢风化。落雨了后3天内，边坡拢真松软，建议民众尽量避免去山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警方早时要去抓一个通缉犯，就到伊住的所在去埋伏。警方早日本无偌久，这个通缉犯就为6楼杀到1楼去，上病院又是死亡。警方是无排除是有人挂涉消息才发生这件代志，但是详细的原因要搁爱等待调查。到大楼警卫前电梯登记场的所在，汤巴提醒50个人无偌久进前，互警方查落来主动交付，害路因安慰他命。刷起辆警车造成一名警官受伤了后，趁机回逃走。过一天，警方将伊秘伫高雄左营区这栋大楼，早起10点左右前往埋伏，一组人等伫1楼，一组人去6楼场的所在，才出地处处同意入去内底，都听到中电传来真大的声音。他掉下来以后，我们的警卫第一个时间就是报案，然后我们过来的时候就是人倒在这里，然后我看到那边还有警察都还不知道所以然。查甫人为6楼坠落到中庭，伤医不治。警方表示，查甫人因为伤害罪方通缉，也毋过在场的警员也未介意见到面人倒坠楼，无排除有人事先通风报信。查甫人知影要防掠啊，才会想要逃走。他在第一次被警方查缉时已经有脱罪逃逸的情形了。研判吴显已经得知我们警方即将将其查缉，那吴显也担心遭警方查缉，于是有逃亡的动作。警方表示，这个过程全程搜证，当然拢照应该有的程序执行查缉工作。后续伫查甫人藏匿的所在，也找到毒品海洛因，会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经办加上检，查明确实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民间团体就要伫台北市的凯道，针对过路人路权的基地举办大游行，是诉求政府爱交通零死亡。但是今仔日伫新北市中和是发生公车无让过路人弄死85岁时代的意外。民间团体就表示，这件代志明显显示台湾交通工程甲制度有严重的缺点。透过画面会使看到，这台667号公车要伫路口倒弯的时阵，无按照规定停车让过路人，直接弄到行伫板尾线一个姓林的老大人。公车司机是表示，是因为视野的死角才无注意到人，落尾伊互人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也若新北市交通局也罚业者上悬9万块，而且司机至少3个月袂当开公车。
也那交通部长王国材是对此表达遗憾，讲会继续参地方政府来合作，改善车路的设计，而且加强公车司机的教育。民间团体是表示，这单事故是明显显示台湾交通工程甲制度有严重的缺点。接落来关心花莲的地检署调查一桩跨国的诈骗案件。17中昼，伫咧寿丰乡的一栋透天查到大型的电信机房，当场掠到30多个人。调查局讲，这个诈骗团体除了以中国公安的衫裤加做中国公安以外，搁用电脑来为画面，透过视讯去诈骗中国民众。伫法务部调查局打击诈欺督导中心指挥之下，执法人员特工内部诈骗集团成员全部予压制伫涂骹，双手反铐。花莲地检署侦办跨境诈骗案，17动员900人来到寿丰一个民宿，破获大型诈欺机房，逮捕30多人，现场也有一套大陆公安的制服，甚至公安局陪帮，嫌犯透过便民程式，公示对华民众涉嫌刑案来诈骗。诈骗集团为取信中国大陆民众，利用变脸程式之深伪技术改变外形，并假冒大陆公安人民与民众视讯，引诱大陆地区民众受骗上当。现场扣留39支手机，现金17万3000块，甲毒品、开塔面等证物。嫌犯假赌佮诈骗，伫7、8月间，假做北京市公安人员，对大陆民众进行跨境电信诈骗，也佮逐工回收手机删除诈骗记录。那一般民众要安怎分辨来电者的面是真的也是假的？刑事局教民众首先注意面的边缘。只要请对方把脸左右各转一圈。说你转一下头啊，我怎么觉得你头怪怪的啊？他在脸的边缘会出现模糊，那个就是假的。除了不清楚，假面甲阿妈棍之间也有明显的色差。另外，深柜技术只会当套用地面，所以当对方伸手握一个画面明显不清楚，也是面部产生扭曲。刑事局表示，目前辨面技术也属于较低级，详细观察会当破解。那诈骗机房嫌犯，花莲地院19透早裁定29人，其也禁见1个人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当年7月份，大家会拜好兄弟，台北市立动物园逐年都会伫中元节附近，伫内部举办动物的慰灵节，追思伫动物园过往的动物。今年园方头家甲慰灵节对外设计一个区域，互民众会当留下少年一寡过往的动物。去年底，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型团因为脑部病变过往。今年7月份，马来密密克也因为肺部疾病离开世间。这2只动物名册过身，拢引起大众关注。为20开始，民众会当伫动物园的这搭留下少年过身的动物。提到明星物种，很多喜欢它的民众会非常的有感。那像我个人是2爬的爱好者，我对蛇和蛙类非常的喜欢，可是就会发现说，台湾人对生命的态度往往是有选择性的。你可以针对你喜欢的动物留下你对它的想法，你也可以看看其他人对不同物种的想法。台北市立动物园逐年拢会伫中元节附近，伫内部举办动物慰灵节活动，透过佛教、道教、基督教这个信仰的仪式，互动物园的员工追思过身去的动物。今年头家对外，园方表示，动物园除了长期关心动物保育，也望透过追思，大家会当了解无共的动物，拢有共款的生命价值。应该是的啦，因为伊爱了解讲，不管是动物还是人，拢是有一个生命嘛。较大的像迄较高效的，较有感觉，能够有所去思考所谓生命的议题，还有就是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对动物的福祉有一个完善的照顾？动物园已经伫园区内的生命纪念碑头前放几落的动物形影的牌仔，但是并无说明到底是倒一种动物。园方讲，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所以这个牌仔到底是啥物动物，也就唔是重点啊。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嘉义闽乡的大士爷庙是嘉义闽乡真重要的信仰中心。旧历7月21到23有大士爷文化节，是嘉义县一年一摆的重要宗教活动。为
为了要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在地的文化，嘉义县当地的文化协会有特别规划文化导览的活动，而且佫办到要让大家体验在地的特色。为民雄火车头出发，打鸟街坊文化协会的文化导览，带大家入去菜市啊，各用办道的方式，紹介民雄的特色。每年的这个大树牙的下街，下街就是阮遮的祭典的时阵阮遮拢会办到，因为我们要让愈侪人会使来认捌民雄遮的特色，所以这届是找遮市仔的一寡在地料理。之前这样走一圈，然后这样子在桌上吃，我觉得就是透过吃来更进一步了解民雄这边的店家啦、饮食、风土习惯这样子。旧年7月2日到7月23是嘉义县民雄的大树牙文化节。在地文化协会会先规划文化教学的内容，希望大家唔只是来参加闹热的宗教活动，嘛会当入捌祭典背后的文化意义。大士爷祭其实跟民雄它有一点是等号的一个感觉。对于我民雄这个地方，然后市场跟大士爷庙的一些历史有蛮多的认识，觉得蛮开心。比如讲放水灯啊，我会带大家。按照实际的放水灯的路线，然后带大家去看说，哦，今嘛可以是安那进行的啊，在地人今嘛伫咧做啥物？当年旧年7月大树牙文化节是嘉义民雄的重要活动。文化协会指出，除了放水灯的仪式，也佫有大树牙开讲可以化成这个导览活动。最后佫会带大家去到一寡在地知名人士的故居，和大树牙文化节活动加添民雄在地历史记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若是通亲身体验故事，会是虾米款的感觉？有民间的基金会以教的经典的故事做基础，把故事变做通甲囡仔互动的佚佗物仔，唔但好耍，佫有教育的功能。观察题，也许它会美丽。囡仔认真听老师讲故事，来到另外一边，头拄听到的故事场景，竟然就出现在面头前。唔但囡仔感觉新鲜，家长嘛感觉用实际体验，会当对囡仔的学习有正大的帮助。动物园，刚才的故事好听吗？好听。一些体验的一些活动，例如说可以脱鞋子去踩，一些触觉的感觉，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很新奇的经验。甲囡仔册内底人物参故事设计做游戏，对囡仔来讲真趣味。长期推广囡仔阅读的信宜基金会，把故事的场景变做教具参游戏，透过互动，让囡仔行入去故事内底。透过这些经典图画书立体的再现，把阅读、游戏、动画等等结合起来，让在亲子呢在体验的过程当中，能够帮助孩子增进他们的阅读理解，爱上阅读。信宜基金会表示，面对数位时代，因希望透过活泼的方式，鼓励囡仔自细汉喜意阅读，把绘本的场景变做游戏，囡仔会当在故事内底耍。透过多元的活动设计，希望让囡仔生出属于家己的创意。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湾今年5月份到7月份，因为热伤害去看医生的人次，平2当前是加了2成多。医师提醒，天气有小热，除了会着沙，其实嘛会影响心理的健康，和郁疾病的风险提悬。全球假小影，今年7月头1礼拜的全球平均温度就破10万年来的上悬纪录，欧美国家甚至出现将近50度的高温。We need the world to broaden its attention beyo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alone. In many locations where the maximum is reaching into the high 40s or higher, the temperature may still be near 40 at midnight.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22年欧洲至少有15000人因为天气热死亡。台湾热伤害的人数嘛是逐年增加。国健署统计资料显示，今年7月的热伤害就医人数甲去年同期比增加12.9%。去年7月热伤害的人是775个人，啊，今年7月是搁加100个，就是今年7月热伤害的
人数是875个人。天气小热，亲像工人、做田人、才会户外工作者以及时代有慢性病的民众，拢是热伤害的高风险族群。地球的温度愈来愈热，其实要看环境有热无，阁爱注意综合温度热指数。这是一项综合气温、风速、湿度，也阁有太阳辐射的指数，会当分作是黄色的注意、橄榄色的警戒、红色的危险，也阁有橘仔色的高危险4的程度。中研院过去捌伫7、8月观察到户外农田的热指数，为早起8点到下晡5点，整体平均拢达到注意的顶级。嘛发现综合热指数比32悬的时阵，全台湾热伤害急诊的就医人数增加8成。国卫院嘛有研究指出，温度若是愈悬，各项疾病发生的风险嘛会提升。非意外死亡来说的时候，用台湾的数据来做，差不多是25到27度的温度是风险上低，温度较低也是较悬，伊的风险拢会增加。较热的时阵，阮血筋嘛较会发炎硬化，以后有可能中风啊，还是心脏较调的状况拢会较常发生。气管的部分啊，那烧热的时阵就会感觉喘气是较困难。高温除了对身体有伤害，嘛会影响心理健康。进前国内就有研究指出，若平均温度超过23度，加1度，重度忧郁症发病的风险会增加7%。伫温度较悬的时阵，会去影响这个荷尔蒙的分泌，会变做更较济，所以人会变做不少。更较长期嘛会看到讲，不管是来精神科的门诊啊，来急诊啊，甚至住院的比例拢会更较悬。咱平常健康的人会受影响啊，更何况是心理不健康的人吼。咱若厝有这的病人，咱嘛来特别甲照顾。全球气温逐年增加，医师嘛提醒民众，除了爱避免潮湿，嘛要注意心情的变化，加运动，甲本顾好好，才有法度面对愈来愈热的地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后尾广岛地区25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的日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